歡迎你嚟到說營養，今集為你講下奇亞籽嘅營養價值，請收睇到尾，睇下奇亞籽能夠幫助你身體邊一方面嘅需要啊！奇亞籽含有豐富嘅營養，具有多種健康益處。佢哋含有纖維、蛋白質同埋奧米加3脂肪酸，呢啲有助於消化，幫助心臟健康同埋大腦功能。佢哋所含有嘅高鈣、鎂同埋磷，亦都可以幫助強健骨骼。奇亞籽可以喺液體中膨脹，幫助消化同埋控制體重，令你更長時間保持飽腹感，並調節排便。佢哋有助於穩定血糖水平，對糖尿病患者係好有益處嘅。此外，佢哋吸收水分能力有助於補水，而佢哋嘅抗氧化特性有助於對抗自由基並延緩衰老。